会议刷过，咱的代表林信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拢甲美国官员交流，讨论科技方面的合作。昨日下晡，台北的警方甲被害人合作，要用300万甲早起的车手赶出来，结果警方叫嫌犯拍着伤，钱嘛被互抢去。高雄公山一间国校啊，带毕业生去日本毕业旅行，去台北行岛耍5日4暝，一个人竟然干那交5000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1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这非洲地震的状况。昨暗国军是有去台中误车，把这逼出案例低调消毒。自从因兜冒去采检是阴性的，为着防止这境外病毒搁再入境，海巡署是伫咧边境提悬汇准抽检的比例。化学品进驻清销台中逼出非洲地震疫情3摆采检阳性。115个国军进驻清销，伫10月31暗时9点半完成。按算11月初3去采检，甲地场连通的细弹地龙徛街已经完成采检，全部阴性。是到昨天晚上9点半，他们完成这个消毒的工作，所以在下星期一，兽医所会再去做环境采样。昨天采了10个点，那连夜送淡水啊，就是中央的这个检疫单位哈。那今天早上结果是全部是阴性。进前饲地场消毒效果无好，地塞甲垃圾水隔甲90公分。出动国军化学兵来挂掉清理，是毋是达到理想防疫标准，永远毋知影。因为非洲地震病毒生命力真强，仍伫环境内底活3个月。有专家建议应该考虑甲地农协商，用现场封锁销毁的彻底围堵措施。农业部是讲单整体监测评估。依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对于案例场，即便是扑杀，即便是依照所有的指引规范进行监测。但是要整个恢复到清净状态，至少要3个月。所以我想，这当中并不是只有针对环境样品的阴性阳性，而是对整体的监测状况来作为整体的判定，要后续要怎么处理的一个原则跟参考。边境封锁也真紧张。10月31日，2架金门甲马祖来货轮到台北港甲基隆港了后，海巡署提完整体抽检比例10%，佮出动检疫犬甲手提电工机来搜查。严防疫情为境外之外，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疫情拓开，到11月初6进前，全国是禁止台猪、猪肉禁止运送。11月初7，敢会当准时解禁？农业部会定真评估。除了禁台禁运，目前全国是暂时禁止用喷来饲猪。不过，昨这标律是已经宣布讲，未来是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希望是会当甲中央争取补助，帮助饲猪户来转型。阻挡非洲地震疫情，确保县内将近6万只猪仔甲全县的畜牧业安全。苗栗县10月31宣布，即马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喷饲猪。养猪也好，或者是你肉品市场或摊商，大家都市场影响很大。那整体考量之后，我们还是决定就先占用这个处理来养猪了。高雄嘉义甲苗栗陆续宣布永久禁用喷饲猪，国家本来就无使用喷饲猪的分林这县市，目前有12县市无用喷饲猪。全国饲喷养猪场前3名，屏东县98，桃园市98，新北市有67位，暂时是无禁喷。新北市表示，中央已经伫咧评估，会配合办理。不过，这件事件已经未少专家建议，政府应该考虑永远禁喷饲猪。让他们转型改为饲料养猪，降低风险嘛。屏东乌猪饲养畜牧协会认为，若是未来永远禁喷养猪户，特别是乌猪，会被迫转型使用成本较高的饲料，恐惊地区部分养猪户领补助了后退出，甚至转型饲白猪。未来乌猪的市场比例会为本来8%减到剩2%，甚至消失。支持禁喷的政策调整，无应该全部禁用。那这些养母猪、仔猪的这一些，它变成就是说，末端产业链就是没有人要养了。家用厨余最高风险就是直接切割出去，养猪的这些事业废弃物由共同蒸煮中心来去做处理。我们还是持续辅导我们的猪农转这个厨余养猪户好的一个转型用饲料的方式，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防疫优先，农业部长陈俊贵也是无回应是不是禁用，不过强调，若是11月初7顺利解除禁运禁毒，定心会当用喷饲猪，安尼有4个前提，其中养猪户必须爱经过联合稽查，落实催甲煮，而且爱处理完善。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日下晡，台北的警方是甲被害人合作，伫咧中山区用300万要甲这早起的车手赶出来，结果这嫌犯竟然是甲2个警察拍着伤，钱嘛叫分抢去。目前4个嫌犯是已经抓到3个，不过钱是还未找回来。警力提早部署伫现场排好，按过目标出现了后，一切煞脱离掌控。警察！向嫌犯逃走，民警冲向前，按过对方一家人摕球棍刀拍伤2个警察，佮抢走大笔现金。出去偷看一下，发现还蛮可怕的，外面就是很像扭打，然后我们以为是暴力讨债，而且重点是也有看到球棒。这摆油包行动伫台北市民权东路，被害者报案怀疑受骗假投资，10月30甲警察联手，佮提300万真钱调出车手并交，结果员警反倒倒被攻击，4个嫌犯敢若抓到1个人。手上了。警方马上报请检方侦办，案发隔天到新竹抓到2个共党，目前1个人在逃，按过被害者钱早就唔知影只。基于安全考量，我们在实施诱捕侦查的时候会使用假钞居多。这件案件确实蛮奇怪哦，因为车手在面交的时候，他们应该也会预料到，其实面交风险最高的时候就是遇到警察埋伏抓人。那既然还敢拿武器来袭警，专案疑点真多，因为大部分拢摕假钱诱捕，诈骗成员也亲抢走有无，派监控手落车抢，监工早就知影地下来装的真钱，或者是清楚回报计划，当然真侪嫌犯拢在5个警力部署之下，把逃走成功。先不要管有没有什么特别，是有案子本身的处理，确实是可以值得检讨，是不是在超讯里面放一些追踪器，场地的选择也是问题，一般都比较封闭性的场所。侦办的中山分局敢若用文字回应，毋是一般的早期民交案件，是计划性抢钱。不过专案会由检方继续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山一间国校啊，今年是带毕业生去日本毕业旅行，去台北行岛算54暝，一个人竟然是敢若交5000块。真侪朋友看到都讲，实在是有够心酸，有够俗的。即阵，因的校长嘛出来解释啊，讲是因为因的毕业生敢若15个，所以讲家长会才会决定要赞助，互囡仔会当体验更较大的世界。环球影城5天4夜只要5000块，你相信吗？不太相信呢。听到去日本佚佗，行程包含大阪环球影城，每一个人共5000块，真个家长拢袂相信。不过高雄冈山区和平国小今年6年级毕业学生，真正要用5000块去日本5天4夜毕业旅行。家长收到通知，就俗了。阿讲阿讲。因为无可能，迄个去上无嘛上班。以往我们在国内的行程大概5000块上下，让孩子用原本以往避旅的费用，但是能够走这个日本的行程。学校政策真正有这个规划，一定明年3月出发，5天4夜行程，参访京都、福建潮和大社，经过是南山，嘛要到环球影城一日游，另外搁到奈良观光。校长讲，本来原价差不多4万，不过家长会长甲顾问慷慨赞助，甲费用降到每人负担5000块，甲一般的国内毕业费用差不多，搁加今年校内毕业班敢若一班15个毕业生，整体来看，伫会当负担的范围内，但报名确定就会当定案。费用上，会长也说，请大家不要担心太多，他会找我们家长会的资源，还有我们其他顾问的一些资源。你刚讲我也是蛮 shock 的，就是可以到国外去，然后花5000块。校长讲，家长会长的囡仔嘛是今年毕业生，长期支持校内活动，出发点是想要让囡仔留一个美好的记忆。这届头一届举办了后，是不是会当延续这个传统，都要看明年的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25 APEC 会议煞过，咱的代表林信义下晡有开记者会，公布这届交流的成果。林信义是讲，伊有甲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讨论30-40分钟，内容是有讲到科技供应链等等。也若是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毛甲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面，讨论半导体合作。APEC 经济领袖会议第2日，大家斗阵翕相，台湾代表林信义到场，就甲墨西哥经济部长厄博拉特热情挨啥子问好。大家满汉服布料做的案件，用传统象征福斯和平的角色。立场是林信义也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韩总统李在明前后交流。
韩国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画下句点，在午间拍摄大合照。台湾代表林信义站在后排最右侧，与美方代表财政部长贝森特相隔2个位置。主办方韩国以及预计在2026年担任东道主的中国，则分别在正中间与左侧1个位置。我们展现了台湾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的贡献。我想，我也尽力也完成了总统交付的3大重要的任务。林庆基开国际记者会无拍分数，敢若讲全心全力，不过受地缘政治剧烈变化甲国际经贸情势变动影响，外界关心伊的场边甲各国代表见面的状况。代表美国出席领袖会议的是 Vincent， 我们有跟他会晤，那么谈的问题也很广啊。那么关于科技的合作啦，供应链的安全啦，40分钟吧，我记得。是毋是讲到关税？中谈判代表杨定仪表示，继续争取20%税率以下无添加，双方也伫 APEC 了继续努力甲美方交流。无那一个管道，外界好奇国科会主会吴成文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的内容，伊强调乐观正面。在建立的这个半导体的供应链的合作，共同发展。双方的这个经济发展，我们人民之间的互相的交流，我们聊到这些议题都是正面的。2016年主办方会由中国接手，外界烦恼台湾国际地位恐惊互中国矮化。从去年这个中国表态要主办2026年的 APEC 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针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确保我们平等参与，以及我方人员到中国去开会的人身安全，那向中方提出了这个质疑，那也促成中方以书面的方式做出保证。今年 APEC 峰会通过庆祝宣言15条内容，第一摆并卡将文化创意产业列做区域合作新领域，同时聚焦 AI、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挑战，佮推动亚太经济整合。杨定仪表示，议题包含劳工环境等，台湾会争取更较侪国际交流佮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场国际会议，当协的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美中国防部长拢出席。主办国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咧致辞的时阵，受警告讲，这含乌区域已经威胁着国家主权。另外，因为这中国是不时咧起事，美国是宣布讲要成立菲律宾特遣部队。川协会则多结束另外一个美中战场，伫马来西亚铺上台面。一连几日的第11届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除东协11国以外，也有美中现等11国的国防部长参加。This forum allows us to state clearly that this region remains a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not a stage for strategic rivalry. 10月31日，赫格塞斯甲中国国防部长当军会谈，表达美国对中国伫南海、台湾周边活动严重关切。同时，伊也伫场边甲东协各国防长会面的时阵，直接点名中国伫南海呛声，伊宣布成立菲律宾特遣部队，另外佫确认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规个南海。We share concerns about China's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recently in Scarborough Shoal. It bears repeating that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critical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Either of our forces anywhe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is applicable. We add more allies because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spect fo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us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这是2015年以来，赫格塞斯甲菲律宾国防部长伫欧多洛第4摆会面，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一个发言人的声明，这特遣部队由60个成员组成，主要是提悬效率、双边协调甲灾难应变。伫这进程，美菲之间已用一个阿芬丁特遣队，专门支援菲国部队伫人海岛附近的行动。公视新闻洪都梅报道。国民党的党主席今仔日正式交接，郑丽文接任党主席。郑丽文咧致辞的时阵是强调讲，要互国民党成做台湾的王者。不过，这6都当中有4个拿赢执政的县市首长，说是干那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有够长，人就咧要讲，这敢是国民党分裂的现象。也那郑丽文是解释讲，昨是已经有甲即寡无方便来县市长通过电话。谢谢。
丁立文甲朱立伦做伙行入会场，展现团结。国民党全代会初伫台北市成功高中体育馆举行，将总统马英九、立法院长韩国瑜、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拢有出席，主要都是新旧主席交接。身为那赢第2个女性主席的丁立文话讲，要让国民党争做台湾王者，伫台卡的马英九听甲激动流目屎。要让国民党从羊群变成狮群，我们不是以暴制暴。我们不是变成第2个民进党，我们会成为台湾的王者，我们会让台湾重现善跟正义。未来在郑丽文主席的带领之下，国民党能够更好、更强。不过，六岛当中4个蓝营执政县市首长，跟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场，罗秀燕、侯友宜、张善政拢无来，引起外界有其他想法。丁立文讲强调前一天有甲无法出席的县市长通过电话。几位今日没有办法出席的县市长都有跟我通过电话，我理解到他们有非常多繁忙的政务必须努力，所以大家的心是相通的。因为丁立文进前则表态，无排除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丁立文任命的副主席肖旭仁，则伫全代会进前，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互人解读是要为电视会铺路。跟宋涛主任在天津的会面，最重要的是确立，我们国民党跟大陆能够重新展开新的一页。外界认为，路向偏向亲中的丁立文强调，要让两方远离互相残杀的战火，对内要安怎互那样团结，恐惊嘛是真大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4千党级的顺风男台北男今仔日成军，头一只用台湾原住民族号名的远洋孙河船“西拉亚号”今仔日嘛举行落水仪式。面对这中共一直咧侵扰，赖总统致辞的时阵是呼吁朝野立委都爱支持海南七法的修法。请接台。报幕掀开，总统赖清德正式为台湾第一只5000吨级高纬度远洋巡河船号名叫“西拉亚号”，强调传承原住民族勇敢坚韧、守护家园的精神。呼吁朝野立委面对中共一直伫无明法的所在侵扰，爱支持海南七法的修法。要让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能够有更完整的保护体系。我希望立法院能够不分党派，都能够支持海南七法的修法。另外，第4只国男国造4000吨级的嘉义级顺风男台北男，嘛选伫同一天举办成军典礼。赖总统嘛亲身上南示道。赖总统伫驾驶室外甲大家握手，台北男有配3组射程120公尺的高压水炮，也加定海火箭弹系统，支援兵舰转换。同时配置规格相当野战病院顶级的医疗舱，会配置伫中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做海上执法、救援救助使用。是我国自主造舰能量的提升，也是我国海上执法能力与国际人道救援能力迈向高峰的重要里程碑。面对中国海警有10000吨级的船舰，咱方现役上大型的顺风艦是4000吨级，外界烦恼要安怎因应抵抗？当你面对这种所谓的用海上的小船去对抗他们大船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放飞几架无人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补强的方案之一啊。专家认为，虽然咱方海巡船舰数量档数甲中国海警有正差，不过借由舰艇搭配无人机形成海空联合战力，渴望有效强化无对称作战的量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到拜一进前，北部、东北部拢是湿湿凉凉的天气，这温度上加是到20-21度左右。因若是今暗时水气有较高，北部会落地暂好；因若是中南部迄边是一定要注意温度会起起落落。由于这2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一直会持续到11月3号，所以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呢，低温的话大概是在20-21度左右。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22到23度。气象署预测，后礼拜日温度是较回升，不过是干那一日尔。拜三东北季风过来，温度就会搁降落。另外，伫咧菲律宾东平海面受一粒新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会变做风台。不过，直接影响咱台湾的几率是无解悬。今仔日开始，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卖当开始去做公费的流感，也有新冠的预防针。
为着方便民众注射，有一寡超市冒设注射站。疾管署的署长罗义军阁表示讲，有加买20万吨的有风车，要来互民众注。公费流感疫苗加新冠疫苗初一进入第二阶段注射，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注，总共爱排队等注射，民众注射意愿嘛无减少。打新冠手会酸了2-3天，打流感就没有。民用手稳比起来，伫倒手注公费流感疫苗，正手注新冠疫苗，虽然会当得到保护力，不过也是有民众烦恼疫苗的副作用。就想说好像流感比较严重，就是先打流感这样，不想一次打2剂。天气变凉了。而且现在打流感刚好是最好的时候。为了呼吁民众注疫苗，疾管署初一伫台北开记者会，强调倒病流感正病新冠，毋望扩大注疫苗包含族群，提升整体社会免疫。因为国内流感还搁伫流行期，搁因为秋冬天温度伫降低，疾管署长罗义军坦白讲，目前流感疫苗注射比新冠疫苗搁较用药。我们已经买了648万剂，又追加了20万剂。目前看起来，今年的打气是史上最高。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再开放这个公费全民接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会锁定在我们1、2阶段的这个对象。罗义军讲，想要自费注流感疫苗民众，也会当到附近的医疗院所注。若是新冠疫情预测到12月底还是1月才会升悬，到时阵才会鼓励民众来注。镜头往来看，台东注公费疫苗民众嘛未少。今年度是总共分配到6万多剂，那目前已经打掉了3万多剂。我们希望在前面这1、2个月，尽量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施打率。罗义军讲，符合公费疫苗注射对象的民众，会当流感加新冠疫苗做伙注，2个做伙注未增加副作用，颠倒会当产生有够的保护力，呼吁民众安心注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若讲到绿岛，真侪人会想到讲这是畅水、浸温泉的好所在。不过过去的绿岛感觉是记录着真侪维权的历史。今年第5届绿岛人权艺术季是展出真侪政治犯的故事。下午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无共面向的绿岛。就是一个弯弯的弓的形状，动作较大哎。有，真的飞起来了。有。休抓去绿岛的人真侪。虽然甲疫情的期间来比，大过时阵1个月有6万人次，即卖有小可较少。毋过在地第一个景观，甲神秘的海底世界，也是请各地游客来遮行踏。有袂少少年人选择来遮做山工活大宿，互因有一个真难忘抓人的记忆。我伫4、5年前的时阵，就来遮打工换宿过，是后来就介意遮的生活，所以找一个机会留伫遮做工课。绿岛伊出名的所在就是伊的海底啊，伊海底有足侪点，拢是一定爱去的所在。镜头换来看绿岛的旧感觉，遮当咧举行2年1届的绿岛人权艺术季，今年有23个国内外的艺术创作者来参与，应用影像、画作、甲装置艺术来呈现幼年关爱行动甲思想，才会有志为自由奉献的岁月。流麻沟15号的女主角的迄个曲库的原型，我细汉的时阵，其实伊大概甲伊见面，伊拢会包红包互我，顶头就写讲，我希望你好好大汉。艺术家伊就找这我今下的少年家来继续做伙来去把这作品做出来，大家拢在学，大家拢在想。爱安怎去看这历史，所以讲这种较软性的美术的展览，可能是一个较好的，甲台湾人讲话的方法。为政治到艺术，时代变迁嘛呈现无共世代绿岛的模样。看茫茫的大海，是自由还是限制？需要亲身来体会。来火烧岛行大游客，每一年拢袂少。毋过留伫遮的少年人，因勇敢追求梦想的故事，也会伫遮继续写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3度，中部地区20度到28度，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20度到25度，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稍等的，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